係，大家好，我係黎牧師。今日咧好開心，有一位相識咗好多年嘅朋友 Stephen 朱牧師喺我哋嘅中間。咁咧趁個機會咧，我都係訪問佢關於我哋呢個粵語課程嘅一啲嘅理解啦，一啲嘅心得同埋佢啲嘅睇法嘅。咁啊，好開心見到你啦，同埋喺我哋呢一個好屋企式嘅一個咁嘅環境裏邊，因為難得你過嚟，就特別想問你一件事，就係因為我哋辦呢個粵語課程咧，就喺以馬內利學院嘅。咁啊，我都俾你睇過嗰個嘅簡介，咁你都知道我哋做緊啲咩嘢。好想聽下你嘅一啲嘅心得。你知道呢個課程我哋咁樣嘅運作，你有啲咩嘅睇法？覺得我哋嘅獨特之處啊喺邊一度咧？多謝黎牧師邀請好興奮見到咧喺加拿大特別喺呢個時間裏邊咧有一個咁樣嘅課程出現。我諗第一樣嘢最獨特咧係個好 timely 啊，廣東話應該點叫啊？好合時啊！因為香港呢幾年所經歷嘅社會運動啦，嚟咗無論係北美洲或者流散喺歐洲嘅或者澳洲、美國嘅香港嘅朋友咧好多啊。其實咧有一個咁樣嘅課程咧，特別我覺得最精彩咧係用個網上嘅形式，因為實際上咧其實真係嚟到加拿大，單講加拿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城市咧都有香港過嚟嘅新移民，亦都有啲國內嚟嘅新移民。佢哋喺流散喺唔同地方咧，其實有個機會，大家用粵語咧去分享一個咁嘅經歷啊，亦都喺過程當中嘗試去理解多少少呢個所謂流散嘅經歷啊、移民嘅經歷，甚至有啲人咧係難民嘅經歷，究竟對佢嘅信仰人生有咩重要性咧？咁呢個課程咧係提供咗一個好好嘅平台喺裏邊。咁我呢個係即係第一個特特就係網上啦。嚇，第二樣嘢咧，我覺得呢樣好獨特咧，就係其實我自己喺北美華人教會咧都有好長嘅時間，亦都有好長嘅時間喺香港嘅即係華人教會裏邊咧去工作。好發現咧就係其實十分之缺乏咧特別對於我哋下一代所以咧對於即係社會參與比較多嘅一代咧，究竟佢哋對基督教嘅理解咧，會唔會只不過咧係好似上一代人嗰種理解，換一種比較開放啲嘅想法，讓佢哋可以咧發現呢個基督教信仰原來唔係一般人所諗起返教會就係嗰種嘅信仰。咁實際上咧如果有機會咧你哋睇個課程內容咧，你發覺咧其實佢哋係好切合呢個時代嘅需要，特別年輕一代人嗰個需要。因為年輕一代人喺呢個所謂網絡流通嘅時代咧，其實佢所涉嘅嘢好多好多，好難單純話咧一個諗法或者一個論述咧就可以包含晒所有嘅嘢。喺網上咧，你聽到好多唔同嘅資訊對於唔同嘅宗教，甚至單純講基督教呢個所謂大嘅歷史傳統裏邊咧，都有好多元化嘅理解。所以成個課程咧，第二樣嘢我覺得好精彩咧，就一個好開放性嘅神學取向，去容讓咧即係我哋唔係單止聽翻呢啲好傳統一般嘅所聽嘅睇法，而有機會深入去睇下咧，呢個傳統背後其實原來做一個更大嘅傳統。喺個時代裏邊，喺個咁廣闊嘅傳統裏邊，可以有啲咩屬靈嘅資源、神學嘅資源、聖經理解嘅資源，去用翻下今日點樣去理解今日發生嘅事咧？咁呢個開放性咧，我覺得係十分之緊要。非常好。咁好開心聽到你咁樣嘅理解啦。咁亦都可以即係談及，因為我哋揾咗3位老師咧，你都認識嘅。咁咧都想聽下。當然我哋覺得呢3位老師好資深、好能夠，但係我哋用一個團隊嘅形式，有一個新穎一啲嘅教學模式，又聽下你有啲咩嘅睇法咧？呢3位老師咧好資深，好專業，不過亦都對我哋嚟講咧都比較年輕一代。咁我覺得精彩嘅地方咧就在於咧，其實佢哋咧都喺一個探索嘅所謂嘅 spirit 裏邊。佢哋唔係話咧，佢哋一個大師、一個神學家有一套嘅諗法咧去傳授出嚟。佢哋3位嘅學者都係好充滿咗探索嘅精神。佢呢一個咁嘅氛圍咧，特別係3個老師一齊共同去創作呢個課程，亦都共同學生一齊咧去嘗試揾出路。咁呢樣嘢咧係對於我哋下一代或者對於現代嘅基督宗教咧係好緊要，因為咧其實我哋需要每一個時代
去理解呢個信仰對我哋今日呢個時代嗰個意義。實在當中咧，喺傳統與創新當中咧，係需要彼此有一個嘅互動。我希望呢3位嘅老師咁年輕，雖然咁專業，不過佢哋嘅心胸好廣闊。其實佢哋期望同學生一齊咧，唔係話俾一個即係現成嘅答案佢哋，而係同佢哋一齊咧去喺好有即係一啲好紮實嘅思想嘅訓練之後咧，就一齊去創作，一齊去思考，去建立一個嘅課程出嚟嚇，唔係話咧俾個答案，而一齊去揾呢個答案。當然啦，既然一齊揾咧，就好多元性。呢3位老師亦都咧經歷裏邊令佢哋好廣闊嘅心胸，亦都接納好多唔同嘅背景、唔同經歷嘅人。特別香港呢段時間所經歷嘅一切咧，其實國內都係嘅。其實有好多嘢都唔係話3言2語可以描寫得晒。每一個人經歷呢啲嘅事件所帶嚟一啲嘅感受，或者難聽啲一啲嘅創傷，其實都唔係好獨特，唔係可以咧好簡單去描寫咗佢。所以咧喺個平台裏邊咧，實際上相信咧可以咧締造咗一個咧讓大家去探索嘅空間。呢樣嘢咧，我哋覺得華人教會係好缺乏嘅。因為好多時我哋好驚講錯嘢，其實咧就一定錯㗎啦。因為或者冇咁錯，一定會有一個過期每個講法。咁需要一齊有種學習探索嘅精神，以至先可以為下一代咧開到一條即係認識信仰嘅路。我其實都好開心聽到你呢番説話，因為知道咧，朱牧師同我咧係認識咗好多年嘅朋友，我哋喺個信仰嘅路上咧，都曾經探索過好多嘅嘢。我係唔覺意之間話呢啲嘅年青嘅老師，其實即係話俾你聽，我哋老啦，我哋老，不過好開心，因為我覺得有一班新嘅人，有新嘅理解，又要面對時代嘅變遷，作出適合嘅探索咧，係令到我哋咧都覺得係好興奮嘅一件事嚟嘅。而家落嚟都有幾句説話咧，心底嘅説話咧。如果你係將會係參加呢個課程嘅參加者咧，我想同你講。當然第一樣嘢咧，有可能我哋係同學啦。雖然我都已經到近退休嘅年紀，不過對於我嚟講咧，我發現呢個課題本身咧係十分之重要。我相信咧，當你願意參加呢個課程咧，你會對所謂基督宗教有一個更深入嘅理解。同你過往人哋講開咩叫信耶穌咧，我相信你會發現原來咧嗰個講法咧冇講晒基督宗教精彩嘅地方。加上我哋一齊嚟去嘗試面對我哋過去呢段時間嘅經驗，嘗試喺個創傷喺個流散嘅經驗裏邊，我哋嘗試理解究竟點解我哋今日有機會喺網上高，或者甚至喺北美嘅地方裏邊去學習呢個課程，能夠相聚已經係好唔尋常一件事情。所以我期望咧喺呢個課程當中咧，我哋能夠或者你哋能夠去同你身邊參加嘅同學咧，都結連咗一齊。原來咁多人嘗試都去理解究竟上主點解俾我哋有個咁嘅經歷，帶我哋嚟到一個離開故鄉嘅地方，一定有一個好重要嘅心意。點樣去揾到呢個嘅意義出嚟？呢個係大家共同嘅努力，所以期望你嘅參加。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去以馬內利學院嘅網站揾到 The Center for Religion and Its Context， 嗰度你會揾到更多嘅資料同埋報名。